的主厨好时刻的时间，来阿龙哥，要教你做乜个好食料理？山西啊，俩下人啊，咩讲都无看妈妈做时候啊，做菜啊，哎，山西拜六礼拜啊，不去了的时间，带野餐呐，草皮红料是的，哎，现在很流行啊，那樱花啦，要有头发啦，就花宽发，你可以带一个那个就是自家做的钓鱼冰箱来电出去，那太专业了啦，一个篮子提篮子提一个什么呢？安因呢？寿司啦，也是给面沙拉，去简单的吃简单的吃，简单吃，应该嘿嘛，户外母包的嘛，古种边无什么包的嘛，冇，万一野餐吃火锅的嘛，哎，国家公园总得受佛啊，冇包的，三出菜哦，三出菜，哎，你要紧讲紧做哈，好，哎，第一安因呢，寿司啊，寿司，先做寿司，嘿，你要饭，安先来去叫。冷饭了，哎，冷饭，好来，一架做，不卡做得好，来啊，寿司醋，好来，皮看看，苹果醋、寿司醋，春年做得，莫调豆哦，cái饭啊，寿司的饭啊，你莫调面，较黏的，哎，黏的哦，寿司醋啊，基本带啲的甜啦，你要袂食饱的，故所 N 今日嘅節目啊，三出菜，N 做好啊，是做得是暗是酒是點心，盡全做得。这出去夠貴意的呢，哈。哎，你啊，皮看看，淡雅的一個醋味。冇乜工人。哎，是做得咧，你平了順條，因為啊，你啊，今日三出菜，動多東西啊。那是天數的，我做天數。天數啊，冇呢，咧。好皮咩？你啊，等一下哦，小黃瓜，你啊平了得無？你啊係假的，你啊我來切，簡單的啊，你也起兩片吼，你要水拿鼻涕機，你要沒拿鼻涕機，好，然後乾肉絲啊，讓它白，味道啲不？好，我哋要切，乾肉絲點？白乾肉絲啊？係，白細細做的哈。係，先嚟掛吼，那個切一條一條。我保壽司做切長條狀嘛，哈。再過來，嚟兩出。然後泰式春卷，泰式又係泰式春卷，好。辣椒，韓國料，各位朋友，你看你一條椒啊，護城河，有時用咧辣椒啊，其實唔會椒讚啊。我老嘅糖水，我留喺度嘅。我年係按嚟用嘅啊。過來個刮起機，哇，滿辣！有啲話咧為野餐啊，春前係大蛇蚵啊，成日咧強合出去啊，佢冇食辣，會塞住頭嘅，辣椒，也東南春節，好，然後提前炒，來浸水，韓國辣椒來浸水，再過來然後泰式酸辣醬，這個調呀。冇麥片嘅，麥片，我麥片就好嘅。用到檸檬水，咩檸檬用湯須子做得嚟。不過師傅，任務完成。用愛醬啊！哇，太可以來複製好，嚟，好用湯須子做得嚟攪攪嘅。過來，我會買甜辣醬，貴。你哋啊，嘅檸檬汁，嘅冇冇要按到甜雞醬，也係嘅用誒泰式春卷醬，春卷做得，你要用啲嘅提前炒，啲嘅，當腰嘅嗬，變到啲牌，好，我哋看好啊，係。等下另個啊，買小隻，小虎仔小隻。我講嘅乜嘅三脂肪啊，我唔愛啦。個你另個啊，會變色係冇？我用花刨。做唔得。你啊，美奶子啊，美奶子先落去，然掉落去，再過來另個。好。削皮啊，
哦，去皮刀是俩吼，叔叔有练过，所以说不要学。可以啦，那你啊，我跑去我会用啊，用那东西。注意点，注意点，注意点。掌声鼓励鼓励。莫露船啊！好来，好来，开始。我来练过啊，会变色哦。哎，浸水。浸水咪到底？哦，浸水就唔通叫啊，冇事。哦，你啊让它通水来搅搅的，哎。那个tomato，切掉 tomato， 一开始。不搅吗？搅。那个盖子，比较小，比较moins小哈。其实你啊练过西墙嘞。什么马藏啊？啊，把些小什么谈讲嘅，练过啲脾气哦，香港冇食这个。哦，难怪你很酱，还有辣。像你啊搅搅，其实唔会氧化。哦，因为佢买用呢杨梅蛋果。哎，冇错。佢哋嘅氧气就隔绝嘛，哦。哎，那过来还有乜嘅？有喺度薄荷，系冇？嗯，薄荷，薄荷。薄荷嘞，花椒。好来，呀，重要，你冇剁啊，你煎起來，你剁啊，剁到面面啊，其實會糊糊。哦，用切。哇，再過來，幫你，咁講喺鹹嘅水果啊，很硬嘅。唔會強軟嘅吼，做唔得，用得胡椒粉，我用得胡椒哈，因為有甜味啊，甜味吼，黑胡椒哦，黑胡椒哦，你是調到袂肥，啲就鹽，啊唔免鹹鹹甜，都是會辣辣，安個咧，啲就蝦公。麻辣，種類，咩冇種類嗬？冇是調魚啊。對唔對？好，喺旁邊啊。嘿，砰砰，然後度越南春卷皮，來進入啲嘅水，用2滴吼，啲嘅水啊，拿過來，你凍快啲哦。之前才逛生，慢慢爆啦，小虎。哦，哎呀，我說來斯蘭餐飲來吃講，現在逛生咧。椒，那個拉落，用2滴哦，還唔會爛。你咪中唔調用啲吧？做得啦，冇生。好，2件啊，2件，很做得嘞。壽司，日式的。中式，西式，西式、日式、越南式。哦，最 pick 你可以一擺，差唔多因為呢度3粒鬼搞樣啊你。啊，用這種啦。哦，得，用種啦，來到黑色。四地咪種波子人係地凍嘅。來小塊嘅，咁唔樣哦。看啦，你啊，一天天時啊，你啊，愛做是做三出菜，一定要看一天時吼，會教大家動作冇共用嘅料理。好簡單哦，有冇講？有冇當球做當球？根本唔會響。
然后就蟹肉棒，蟹肉棒。也系简单的寿司啦，吼。哦。哇。哦，这是当初的呢。伊嘛让会赞啦。嗯。你出动啊，汤拢也紧头标滚。有样模样。好，来寿司，盛盘吃。好，来，呀，中间纳豆吗？嗯。要裂。切口要平整。这样。哦。平动式。平个切辣，要辣落地下，但我以為吃唔到嘅。辣啦。来啲。我擺喺旁邊咯。山西啊，佢有變為日式嘅便當盒啊。嗯，差唔多1年半呢吧。差唔多。薄荷葉。哇！天天就加苦呢吼，讓我落去。咁啊，快樂野餐區有冇有？雞肉蘋果沙拉，tomato 對半切，嫩果黃梨切塊塊，填 tomato 嫩果黃梨下鹽，用麻用的汁攪拌勻，加薄荷葉、黑胡椒、鹽調味就完成咯。越南鮮蝦春卷，加香蒲肉蒸熟以後80cc嘅越南春卷皮，加木薯芽、下鹽、西洋插、辣椒絲，還有一點點的酸辣醬包起來，然後切一節節的擺盤就做得嘞。海苔花壽司，飯用蘋果醋攪勻後，塗平到海苔湯，填蜜瓜、蟹肉棒、肉脯擺到飯湯，捲起來粘閉後，然後切切啦擺盤。